嘛无感觉咱在甲你伤害。但是讲起来，他没有恶语对立，所以呢，伫这个当中啦吼，伊甲你讲，就是讲，伫咱的修行的内底当中，你不要走入到恶语对立法。有一个人咧害你，就有人咧请你；有一个人讲你好，就有人讲你歹；有人讲你水，就有人讲你歹；有人讲大好，就讲你瘦；有人讲你安怎，就讲你安怎。这叫做对立法。你诸相法内底当中绝对没有对立法。你一切诸相的内底当中，它就不生一切诸法相，安尼叫做对相。听好，在一切诸法相内底当中，它不起的对立叫做非相。你对不对？非相叫空。第二呢，一切诸法相叫做有。空在有中，有在空中，不二。第三回牺牲如来，迄就是你如来本质。唔那咱古人那个色空不二，安怎？断卖呢？受空不二心柔净，想空不二成通天。啊，然后呢，古人那个受空不二成通天。啊，想空不二观自在，事空不二见如来。好，行空不二观自在，事空不二见如来。天龙不跟不二，它是不二。哦，咱爱注意六祖观经，因为当时六祖会用，迄阵受到五祖咧甲证道的时阵，五祖用应无所住，自性其性来证道。好，应无所住叫做哪？空，自性其性叫做有，有无？听好。应无所住，叫做空嘛，无所住嘛。以心其心叫做妙有嘛，吼，叫做无嘛，叫无嘛，这个妙有嘛，吼，不二，空有不二嘛。哪说那个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万法就是有嘛，不二，一切万法就是有嘛，不离自性就是空嘛，不二。啊，受回来那个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自去除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何其自性本自去除，这个叫做空。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这是有。咱别个讲大实话，一定要注意，唔通讲个所断的空义，不要讲到断灭空虚，这个直空，唔通讲个直空。唔通讲个自由，唔通讲个自由，这两点，空在有中，有在空中，也不会讲，也不会把它拆断，会讲自空自有。哦，所以呢，第一，这个六坛经啦吼，应该这段话啦吼，大概这个或许的看法就是在讲这样哈。因为7点半到9点，1个半小时哈，半小时的时候，大家来分享哈，咱好，也讲个很清哈，大家刚刚咱3个臭皮匠然后，凑什么一个诸葛亮然后，大家能够来挖跑，基本上的内当中，这个六坛经基本上的贡献。它的法义是非常的奥妙哈，最后教人多一回，心心愉快，先给风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目前这边全道公分道公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请坐下。谢谢。
长啊。姐姐。新年女星啊，新年你这条钱。好强哦，没好强。我叫那些。上次好像是杨明那里哦。我知道以前你我的名没有关系啊，大家互相努力啊，然后我们就在学习了啊。对呀，我们就是在学习的。真清楚，真明白了吧？我满意分享。差不多要讲，係啦，先生咧，我上尾講啊。苗年你講翻啲嘢啦。我就唔係啲嘢，啲誒都係要講翻，講翻嚟啊！我嚇。大家